何谓媒体识读？包括认识、辨识媒体的基本能力，透过质疑、反省与判断，进一步解读阅读讯息的根本。由中嘉宽频三光王双子星结合台南市立医院健康促进活动，15日下午深入安平平通里，教导民众认识媒体识读课程。主办单位讲师许曼珍透过生动活泼的图文，结合时事，例如最近中秋节，网络流传吃完柚子不能喝优酪乳，不然会中毒等。后来经过卫福部证实是假讯息，因此教导民众收到不确定的讯息，一定要先查证，不要随便乱转发。对外帮助是防止诈骗集团不要随便把不相干的事情转发给别人。所以你以后收的讯息，你也先安那？先查证，看是真的或假的。课程中，主办单位也教导民众查核8步，包括透过 LINE 的讯息查证、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以及趋势科技防诈达人等软体的查证，千万别让来路不明的假讯息牵着鼻子走。记者台南综合报道。